人讲4月望景雨，5月无大土，6月火烧煲。气象署讲，台湾今日天气确实正符合这句俗语。这6月中雨水会变较少，温度也正悬。讲到这个一个假期呢，有关会落雨，请民众爱特别注意。俗语讲，袂食5日节粽，破球唔甘放。5日节连续假期要到咯，毋过全台天气拢无稳定，毋是乌阴天就是落雨天，气温嘛是连咪热连咪寒。气象署提醒，刷来这几天各地高温拢会升悬到30度。8日开始，南部、东南部各地山区无定时也会落短时间内的强降雨，过昼嘛要注意西北风，而且雨会延续到5日节了后。 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，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则是以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为主哦。那留意一下，就是说像是在山区的部分，因为午后的热力的作用之下，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那到了就是连假的后2天来讲的话，台湾的北方海面会有一个锋面会有逐渐建立一个情况，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。另外，俗语嘛讲4月望景雨，5月无大土，6月火烧煲。形容24节气中，望景即天若落雨，刷来5月会有雨，6月会降温。气象署讲，这句话其实是咧形容这个季节的天气形态。根据因当年用科学观察的记录，古早人真正充满生活智慧。 农历的4、5月就梅雨季5、6月，那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时期。那这时候天气会比较不稳定。那气候上来说，在梅雨季节过后，通常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高温，就太平洋副高比较增强的时期，所以雨量会比较变少，跟夜雨是还蛮符合的。气象署讲，以目前的预测，今年雨大概会落到6月中，刷来水汽会变少，温度会升悬，就真正进入热人的天气形态。5日节过刷6月中了后，民众就会当迎接热天。气象科选柯明哲台北报道。